個創造嘅時機，一個創造不平凡嘅機會。無論係友情同回憶，定係機遇同傳承，我哋每一個都係創造者。豐田 Corolla 創造精彩每一刻。7號莫嘉瑩 Christine Mo， 8號林詠彤 Sabrina Lam， 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12月1號於萬錦市希爾頓酒店及會議中心隆重舉行。你覺得呢個世界上仲有邊個會咁愛你啊？你真係冇咗我都冇所謂。我喺落亞攞走嘅電話度安裝個 GPS 追蹤，我唔會俾佢孤軍作戰。張敬子已經唔喺度，知道入面有咩嘅人就得我一個啫。我同你根本就唔同嘅衰人。有利的詐欺大結局，星期六晚上9點50分，新時代電視1台。有利的詐欺係由美元染髮劑 One Push 贊助播出。多倫多有關單車路嘅政策，因為212號法案所引發嘅爭議，釀成寒蟬效應。省府批評單車徑加劇道路擠塞，要拆除多條主要馬路上嘅單車道。雖然法院已裁定違憲，但市府因各方壓力，暫停單車路新建計劃，延緩常規維修。政策與爭拗令城市對可持續交通嘅推動停滯。星期三晚上6點45分及10點20分，《時代雜誌》為你報導。